用诗篇做祈祷。诗篇第72篇第8节到第14节，以为掌权，对这海到迄个海，对大河直到地极，住伫旷野的人，为跪落伫伊面前，伊的对敌为完全降服。他施甲海岛的列王来进国，示巴甲西巴的王来献礼面，万列王拢拍落拜伊，万国拢服侍伊，因为善请人求救的时，伊为救因困苦无依我的人，伊嘛为救因，伊为人民困苦善请的人，伊为拯救困苦人的性命，伊为救赎因脱离压迫甲强暴，伊看因的性命做宝贝。英文选读第164课，请你将上主迄日所应允的山区予我。迄日你嘛有听到伫遐有阿拉族的人，因的城大搁坚固。若上主甲我同在，照伊的应允，我就会甲因赶出去，毋通贪财，家己所有的就知足。因为上帝有讲，我袂离开你，嘛袂放杀你，所以咱会当好胆讲，主是我的帮赞，我袂惊吓。人会当甲我安怎？我要讲起至关上主大权能的事，但要宣扬你的公义。公义的功效是和平，公义的效果是平静安稳。直到永远，因为咱毋是甲有血有肉的人在交战，是甲天界邪灵，就是这个黑暗世代的宇宙统领者、权力者、掌权者在交战。所以就用上帝所赐全套的武装装备家己，通伫邪恶的日子，为当抵抗对敌的攻击，坚持到底，持守阵地，所以就徛在用真理做大厦，用正义做护宪加称。上主的使者对基甸显现，对伊讲：勇猛的勇士，上主甲你同在。上主对基甸讲：你着用你的气力去解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我现在就差派你去，请安静灭岛。